这个这方面呢是孔子的作一点先。啊，这个人的修行，我人的修行无是，所以咱进，进入法的修行也是安，唔免讲咱就好嘢，咱就有声望，咱就有地位。我介绍这个，咱来做参考。这我是伫迄个《韩书外传》里这观念，我先读这个解释。观念记录环道之识，注意看。注意看，方方方有，各种义务，上道下识，空者而言个，主讲先马先马，以求求，用看仪表仪表，仪表。仪表看，天不用行，仪往眼前，观念，立案，观念多观，内中仪并备，静观即严庄，静听。静听即就言，立理即众观，主公观，先先合并，观现观，观现众义，言之观，言本质，无在为主，它是不能停的。言变呀，变呀。若夫其谁之言，必究而有，合必为搞一为义，仁义之力，以马之色，以求之利，现不就为之。主讲顺顺之有，常识，不属于品。观念乃其宝以中，各相之患，先论入天地，如出云色，天主不得而行也，诸侯不得而有也。故用心者无干。用智者无心，心且不爱，宿连天志。是谓我心为色，不可转也；我心为色，不可坏也。这个伊这个就是咧讲哪个？观念带嚟做实，一间厝口都一栋左右嘅。厝咧靠迄个草，一用迄个啥物？用迄个荷兰就是一款迄草，叫咱上马先叫做风雨风油，就是用来鸭来做汤，上刀下石，若得落雨，你咪得到大的。平常拢坐喺内面咧唱歌，主方面有可能真正去风尘笑声，足久拢无看观念出来。迄阵因先生也足久拢无看观念出
嘛，迄马就穿个足水个，变个足水个衣襟球，穿个皮衫足水个衫，中坎二表，中坎二表单，哦，穿足水个啊，着赛车，赛马车，险不容行，迄个车就落去食，足大是安。入面后尾行啊，就用讲地个，是往电池，记得无？阮现哦，阮现快就安尼，哦，伊伫迄人内面，哦，多关内容是着你一定无啊，即个迄落较早迄落啥，啥物一款个树仔皮做个无啊，英文字出，我开文出来。正关即间作，伊就讲要出来啊，啊无啊无滴好势袂使，啊无啊滴好势，迄个大大啊，正兴哦，即酒见，伊衫裤吊好，即个买种，即个做衫，就从我看的，就从我这个衫，这个哦，这个花从我造出来，啊，秘籍种关，你要要穿好好，啊穿了，迄个骹就从我造出来。那么主讲呢，甲讲哦，讲先钱好平了，讲下一代可怜，你是啥物病呢？阮现在甲讲，阮现在头家甲讲，哦，用字变之外，原文是讲我观念，听较早咱老师讲，古财有一病，无钱呢做善，学字不能行有一病，学学的面别做，但是别做，像讲咱真。道理听足济，啊，咱袂收，袂去做，安那就是对。啊，伊较早讲出咧讲现病命，我现也是真咧善为病命，毋是咧病。像夫妻世之贤啊，哦，伊讲啊，真希望讲，哦，听老师讲啊，啊，就讲要希望讲，要对人世俗对，才来安尼行。比周礼有。啊，调整社会人对偏，合理为人，学了后是要互人知影讲咱做得好，教育为己，教别人就是叫咱出名出来。仁义之德，哦，行正义，哦，行正义就是讲要出名出来。以马之色，写甲尾啊，装饰好好。以求之礼要一个做，水足澎湃，现不尽为止啊！我是观念是安尼做。主公准顺，主公听这个种啊，足见效的，哦，己有常识，家己足见效，不输离去，从啊拢无交小事，啊就倒转。哦，阮现乃起步会用。歌上字法，这个文献呢，伊就掠伊个拐啊，啊，就一步一步切入了上调的歌，就等于入到个房间内。声伦有天地，伊咧笑的声足烦唔大，足响亮，如出金色。就讲哪亲像金甲石，迄看安尼足清幽的，啊，足响亮。天主不得之神呀！天主呢，哦，袂当叫伊去做个事，诸侯不得之友呀！诸侯呢，嘛袂当交交做朋友。哦，用心者王家，那真正得用心的人，得修心的人，伊袂讲为了个家。用智者王心，啊，用伊修智的人。伊嘛无计较顾伊身体偌勇啊，偌水啦，心且不爱，伊
伊含即个身体都无爱，宿命添起。什么人会当看验证呢？司法司经来讲，我心为色，讲我心呢，毋是一块石仔啦，可转的，摇袂叮当啊，拍袂叮当。我心为色，这里的，这里的字就是抄写来写，抄写来写，不可完成。我的心也要抄写来写，袂使互变回。这是原言，迄个汉书外传讲出来。你请问，原言伊的修行，要普通人无修行，所以孔子做到国术国法时阵，就原言去做伊主行意思。所以孔子足惊着原言，原言伊的修行，要别人无修行。这个地位做改变。原言伊出在老讲，伊所做的万物是恶性、恶性，只有呢只有同等一等，是因而草，用这个乌草甲来草扛起来，红草做成，做成门，做成门，比迄个用这个花啊来做伊糖松木来做成伊的迄个门天，伊若咧落雨的时阵，根本咧落雨大迄种但是呢，虽然是真贫困，毋过伊真自得其乐，端正地坐伫内面，我琴唱歌。主公坐着足热马，驶着一只足好的车，穿着足轻便、足暖和的这个衣裳，连这个内面呢，伊这辆车的内面呢，真甲足水的，真甲足水，内面是青色，外口是白色。坐这个车真大只，后尾行啊都袂所以来见原言，原言呢，载入了多木皮去做的一本一张文案，压着一支野草所画出来的迄个形状，这个怪，把门当打对出来，出来整整，幸福整理一下，出来见这个原言，见这个主公，伊呢？伊这个整理这个文案，迄个文案一条大怎么动去？爱从咧衫裤尾尾咧，迄个衫裤就怎么破？所以露出了伊的手段走出来。所以穿的鞋伊骹咧，伊的骹盘，伊一个绑咧好势，骹盘怎么破？主公讲，先生是安怎样？遮尔困苦咧，原言，摇头起来，回答主公。我听人讲，无钱叫做善，所学不能实行，这叫做我是贫穷，毋是善，所以咱下日子嘛，咱来了解。较早修行的人，毋是讲要得较有钱，有了解道理袂晓做，即个就是依原言咧讲，伊过去的圣人咧讲，即个叫做病。讲我今仔日是贫穷，我毋是咧骗。只有所做的是为了迎合
人世俗，亲近小人，甲他们结为朋友。求学是为了要别人知影，所以咱修道毋是要别人知影，所以互人知影，才当去求取了功名。教人是为了家己的利益，教人是要家己的利益，因为要当得到薪水较悬，不能真义，讲求车马的收息，衣服的花用，我是不忍心安尼做，所以主公听了这话了，心，这个心从往后退一步，现出了真见效的一个感情，不该休息，就离开了，所以关键有时传入了。慢慢的，反复的唱歌，所以声音充满了天地间，好亲像先天发出来的声音。伊连安平乐道，因此天主不能得教伊作为是，诸侯不能得教伊作为朋友。所以首先，受养身体的人忘记了伊的家庭；受养心智的人忘记了伊家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都无咧爱惜什么人会去甲咱家己养呢？所以圣经咧讲，我的心无亲像石头安尼，石头去甲拍面简单，我的心安怎甲拍面简单？我的心亲像个树仔生出，树仔会当甲卷起，我的心会当。所以这是较早的人修理无小事啊。我即摆伫遮先说讲，男主，即咱可能较袂人听，较人袂讲，完全即个较人袂讲。原主呢，问孔子讲，言愿宾之如父，见之如贵，无用之贵，勿使交通，将心如患难。而且要请客，孔子问：先在不言，吾宾之如父，以比较以用，见之如贵，以用之有利啊！无用之威，以恭敬而不失为将心如患难，以言之出之啊！约会啊，将遗书遗志吼，随上讲圣人言之处之意。过去的圣人讲来咱亲像咱两位老师安尼这话，袂当无相信。咱连有一个老师，言愿宾之如，我言愿是甘愿的，希望讲我善，毋过我爱亲像好嘢人安尼，遐尔人快乐，见之如贵。我做下贱无官位、无地位、社会，无声望，毋过我爱那亲像足尊贵安尼。有用之威，我家己足舒服的有用，毋过我家己要足有威严的。务实交通，将心无患难。我甲天下的事业，大家做伙，将心拢无患难。也请客，安尼老师啊，较无法度做啊。孔子来讲，先在为人。你讲这有够好啦！讲
无坚持如虎，依足而不用。只要你若咱依足，有用心，安尼就能平时如坚持如贵，依用而有力。坚合作下先足有成功，也要咱亲像足高一番情形，伊爱心爱创造出来，也爱力爱走出来。依用而有力，无用而为。无用而为，你虽是讲足需要的，毋过要安怎做威严安尼？以恭敬而不是不义，所以爱家己有恭敬，袂使对任何一个人做了过错，将心无烦恼，其言而出了。你要将心拢无烦恼，无烦都无难，其言而出了。你要讲话爱做主意的，讲出来话爱做主意。欲回者以自福，为了你若当做到安尼，虽上古圣人如此之意，虽然是上古圣人，嘛是安尼尔。这两章，这是过去人写的《汉书外传》，对个去我咧看《汉书外传》，我感觉因这讲了拢足好，所以呢，我就写来看咱做参考。后日我若搁去看到孔子学生因个人的修为，叫咱学，叫咱尊敬，我若搁起来了解，因为这个论理内面会当讲得足详细，所以咱姊妹修学道，毋通讲咱着做好业，咱着做声望，只要咱真正做会出来，上咱要真正坚持如贵，咱要真正秉持如贵。孔子咧讲安尼，所以跟主安尼做，伊教不迁怒，不是平变。所以咱即摆是大开普通，佛门大开门，先好的这个门为主话都对咱的。我安尼甲想啊，我安尼看佛家的册，看儒家的册，我想讲咱真安尼修行，你讲会当去足困。为啥伫大家普通上天结外自卑？因为这个时阵确确实实是咱是简简单单进步了，重新心改过来来做事，时间多花钱，有了后是那个发现，有了后是做好，从那边做，坚强。坚强，永远的讲安他不能停，他不停变，而恶袂行，就是在变，咱的心在变，所以咱才行袂出。咱的心若无在变，他了所以用中讲这句话，我听咧足感心的。听咧，咱亲像目屎拢流出来。咱真倒来海普渡，咱真学遮尔认真，咱做唔出来无？实在咱真正喊不了。咱经典捌足济，宣传参加足济，咱做袂出来。后日还佫有一张民主片，这个典故，我等佫摕来讲来了解。即摆咱来读者，
永也可是能言。自问永也可是能言。用功文字双别字，自问各样干，用功文以平而行干，以平而行干，以灵其名，不立克，以干而行干，无奈太干，庸其言言。孔子在学了用，因为伊德行可以让人成功。伊孔子是大地主，3000地主内面的十大地主，用功品言的内面，品言讲万言，宾主天，将必去用，你看第3000地主拜第第4个用功，可以让人成功。但有主但主呢因这这些，所以呢，咱会当去来了解。孔子讲用功可以让人成功。孔子在学了用功，反倒转来问这个孔子问讲这个祖双别祖，足侪人学了，老师安尼你看老师甲伊讲课业干，这个人会使，这个人做代志足干净。那么用功就疑问用功就讲，以平而行干，以灵而行，伊要有忠心的思想，要有忠心的行为，所以心要积极，做出来，伊的干要达目标。以灵其名，不可靠。伊本身有原则，做出来实践和万年，安尼达到本身若无原则，以干而言干，无奈太干。本身若无原则，安尼做出来，敢袂上简单呢？孔子听甲来讲，庸之言言，用功咧讲话对过去孔子伊会地主讲，若对，伊就讲对；若毋对，伊就讲毋对。伊袂讲我就是老师，我咧讲就是对恁我咧讲，恁袂使搁嫌我差。孔子伊就是一款人，所以咱讲庸之言言，用中咧讲的话对，即种是孔子以用功，以将用谈论政治的原则这个就是孔子将用，就是叫这个用功，咧讲修身为这个原则，才有简约、简单，搁再有约束，并严明、简约，为本有敬信的心，这个简约为本于敬信的心，无敬无信，无敬搁无敬信，干嘛是袂使这是实理。自主咱讲，自处以敬，即中有主，以主必要。咱一个人，咱修身学道，咱来自处以敬，咱的心这个原则要
天，对咱兄弟姊妹，对上天对神女，一定爱有决心。对咱兄弟姊妹，对咱的前任者，袂使去无敬心，袂使去家己控告自大，讲我就是伊的前任，我就是伊的点传师，我就是伊的引导师，我就是伊的领袖，职中有主义自利用。你若自处已经，你的原则、你的良心、你的自信，不时阵都伫你的自信内面。你即个主人就无去互走无去，你的主治就真严格。如是知行感以灵明，即事不还其平不晓。那么若当安尼做，你若当安尼做，你做出来就真简单，因为你家己有管束你家己，足好势，你明练出来，你做的代志，就足袂足烦扰咱的道志，就足袂烦扰咱的家庭，对咱的兄弟姊妹就袂烦扰，即不烦，治病不扰，大家就拢尊意。所以是可，咱若当安尼做，丰盛你的心就可。若先自处以干，即永无主，以主之所。咱若家己管束咱家己，马马虎虎，会杀一就好。咱拢足侪人拢安尼讲，凊彩啦，会使就好啦，即中无主，以主之所。安尼伊的中心论就无主人，那么伊家己治理伊家己都无严格啦，伊是要安怎管互别人听呢？这点咱家己爱当足注意，咱家己爱有严格，安尼呢，咱家己，才会当管理咱的姊妹，才会当管理咱的家庭，以干压烦，从简单来治这个真复杂，咱若当安尼做，用真简单的方法来治疗这个复杂，这是君主治理天下的要素。这是咱做身为一个前任者，要治理咱这个道务，要治理这个天下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技术，你使慢慢有，但用事为本，有敬心之心，但是咱一定爱了解。这个一定爱归本伫咱敬甲信的这心，有尊敬别人，有尊敬咱家己，讲话有谨慎，行为有谨慎，这个心有安尼做才做出来。用功瞻仰孔子，请问仁道；用功瞻仰孔子，请问这个仁道。孔子告诉伊讲，孔子甲伊讲。出门如见大宾，庶民如行大捷，这就是义敬。出门见着人，见着咱姊妹，咱亲像见着足大的宾客，咱要叫咱的姊妹去做工课，咱爱感觉讲咱亲像来借书安尼，时时刻刻足尊敬这个教这个人，咱袂使马马虎虎。讲个人你就去创好个，袂使安尼咱一定爱这个恭敬的心照出来。有人请你去创好，咱了一个亲，一个办道，叫一个前任者去请一个讲师，要去讲三宝，是迄个
前人教是根本是叫爱去请，伊就即摆去到，哪亲像你讲表示做无爱，伊讲无啦，你去工厂过行，也讲我无闲哦，我有空就我回。伊就讲，伊来咧讲话听，伊讲伊都无客气来啊，我才会客气去啊。所以咱是咱来了解所以讲出门如见大兵，庶民如行大捷，这就是义见。这你会对心见，这个见有存伫你的心。有赞天文为证，孔子告诉伊有三件代志：先有书，下萧何，以言哉。这是行干咱来先有书咱时时刻刻咱的原则上爱做出来，爱做出来爱下萧何，小我毋对，咱来原谅伊社会当中爱激励这个现在较高的人，咱来甲记出来，做。讲咱道中，咱学校咱去风亲，咱叫做伙，咱义行万，咱去记出来，让咱的英文书，让咱的名字了解，来记出来用，这就是灵感。可见用功课书人面是由来由来，所以用功课书人面，伊有原因的。有孔子当前的顺正理作风，是无为之教孔子在学顺地，正理讲作风是无为之教，以顺了无为之教，以顺了顺地伊就是安尼做出来，符合为之在。用地正人面之意，孔子在讲，这个顺地正理作风，就是安怎用地正人面之意，伊对于家己拢足尊敬，对兄弟姊妹拢足尊敬伊坐伫人面，可以人面成君伊就是安尼做出来用地就是义定。无为之治就是灵感。孔子认为政治的原则，孔子就是政治原则，不为一个干字，就是讲干。咱道中也是安尼是以敬之干，而非以干之干，就是以敬的干，毋是以干的干。咱来了解咱修道学道。咱今仔日伫道中在行道，伫道中叫咱的前人才咧相助嘛是要行义敬行感。后日出来社会，伫咱道中甲伫道外咱台湾人果然足有原则的。那安尼呢？咱的道社会人。咱尊敬，咱的道就发挥出来无道这样好，是安怎办无？这有原理咱来慢慢去体会，第三，爱公文，地主属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不疑过，不行端明术语，今也则无。微文好学者也。
伊的地主来面送上好啊，孔子就讲，有钱来做工会啊，这个人上好啊，伊的好啊，包括啥个，不乾隆不是，但是不是专业术，因为真不幸30几岁就归空的，今夜这部甲这拢有找过这个状态，语文好啊前，所以咱了解。那么以后啊，这个不乾隆不及格一旦明天的读书，就是好啊，了解总之，孔子赞美人言的话，并且痛惜好啊的人的孔子呢，都爱讲人，而且赞美人话，人言的话，并且痛惜，而且认同惋惜好啊的人。爱讲问孔子，地主中是好学者，你的3件地主内面，一个好学的人是啥人？孔子记出来话，孔子来记出来，并说明伊好学的事实纯粹讲伊好学的事实就是啥？是不乾隆不及格这两句话，所以咱要了解。咱修学道，毋免着讲咱拢足够，咱拢足有声望，咱拢读足个册，咱拢足好业。孔子在学老人言，就是不乾隆不及格，不乾隆不及格，拢是行为方面的代志。不乾隆不及格，都是行为方面之事。可见孔子所谓学是指行为的修养，孔子所谓学是指行为的修养，品德的前进，品德的前进。所以咱要了解，咱今仔日是嘛道，毋免讲咱足好讲道理，嘛毋免讲咱捌足个经典。伊才无去学了主下，主下经无去写，主下写经伊文学无足好诶，文学主要甲主下，10大地主内面诶文学上悬，就是主要来就是主下。第一就是讲先讲品言，伊诶实验对品言先讲，但连民主天经地义重要。上到讲话就啥，才讲甲主咱若文学呢，讲教育甲贵咯。你若出去做官呢，讲主要做这个主龙，严有主龙伊两点而且拢总10个10大地主，太品行摆做第先，但是之外，咱修学道最重要就是品行那么不乾隆不及格是指行为的修养加品德的前进，而不是偏执知识的追求无只是知识的追求，而最主要就是行为的修养加品德的前进。因为孔子认为做人是一个人入心处事的根本，做人就是一个人入心处事的根本。世间上重要，人上学老，就是你的品行人上学老。你的财富，人无甲你学老，你的财富人甲你学老，是暂时的、暂时尔，过几地就无去啊。你的德行，几千年人就甲你学老所以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的特色。这是孔子教育伊的弟子甚至伊的思想的重要的特色。
前公主天生性格，讲这个公主呢，伊天生来，伊迄个地就跟无相似，心在平，心在和。伊心虽是来讲伫这因爱内面，毋过伊心就是伫里啊，在平不降，所以在平不降。凡言不明，伊伫凡言伊向未歹去，未向未歹。连国足侪诸侯要去请伊出来做官，伊拢过来。业将就不先，凡言若无向未歹，伊就会产生业将，修炼就好心。啊，所以是伊所学该因情则言，所以伊所学就家己有众生的这业，其秉性好学不关，伊秉性就好学会善每逢事理见感超前至今圣人之道每遇到这个什么事理，伊就有法度慢慢去甲了解去了解到圣人之道。注业其铁记之公也，所以伊就有一款原则，所以伊就法度人去互伊家己这个功德如此乃性命相修天人合一。当安尼做，伊就要当达到性命相修天人合一的这个境界。自然之所以被尊为福性。所以伊就是一款原则，甲互无老讲，伊就是甲福性的这个境界。所以咱看咱当年呢，搁甲显言透看伊呢天生就会性格，咱有无？伊实在嘛有啊。心在定，咱心就在。伊心在定，心在定。咱心无去倒呢？伊在定不讲，凡言不变。咱呢，在定跳讲，凡言就跳业将就不生。所以在定啊跳讲，凡言跳变，业将就生出来。这一定啊。所以所学。人伊就言亲则言，咱学校的去看看一班去听听来等伊秉性讲较无关，咱若语文堂听人咧讲，听听袂歹，转去就无听。每逢事理，正感有超然，至今圣人之道。每拄着道理，伊就会真正去甲研究研究讲这着安怎做，咱要去甲研究。处亦铁记之功，咱无法度应对，所以咱就无法度通性命相修天人合一。所以咱一只年会未转去一厝搁再一厝，一厝搁再一厝，互因为生命到现在7万年了，所以人主呢，准福性。咱就会上天大开普渡，这个门开受水之了，地府甲咱求命，天公甲咱挂好，挂看会牢的，毋通搁去追落来，搁去追落来，讲一句较白话，冤枉啊！咱甲咱挂好好，咱转去就冤枉啊！毋通怨倒别人，怨咱家己，怨咱家己。是咱家己要放挂落来，毋是师尊师母老大人，甲咱做事啊，搁甲放挂落来，
所以咱家己爱贴地服底啊，咱爱圣灵相修，天天合一个境界，真正。你若讲好，伊就是点关书，伊就是领命，拢是咧等于咱袂等于不见。我安尼甲是不见，这是实个代志。哦，领命，伊若唔修领命有啥物宝贵？哦，伊是迄个领人有啥物宝贵？伊若唔修领人有啥物宝贵？伊是组长有啥物宝贵？迄个，迄是后天的即个尊称尔啦，咱而且爱逐个伫遮认真做，为了个人的责任，安尼咱爱了解。咱拍平过来，书法事务者，诸法事务者，将助不清巧，将助为基本清巧，不己富，轻言，缓，不己计，将助无己求毛病，将助勿己求毛病，诸法切之色者切之色者啊，成为嘛，以请求，我问之啊，我问之啊，君主就急不计乎？官书为之在，有之错纠别，属诸法无，伊有逆邻里相动吼。孔子呢做到无事好好，请官司去做伊的主人。所以孔圣人呢，就足听这个官司，因为伊也善良人，足认真，心也做会开，所以咱来了解。修学道，上天听要做的人，毋是听好个人，毋是听头脑好个人，真正要做。即种的宗旨，孔子认为，君子应周节，忠信而急书，而不书增加个人的财富。所以，咱不要看到3位开做，3位不开做。这种是孔子之不计，是中央教训养幼到文书。养幼是是这个养幼这个上呢这个主话呢，这个公西话呢，要退出出事。公西话都足好嘢啦，将又个含足些物件哦。孔子就甲念这个原书呢，孔子用足济要互伊讲我偏偏济啦。伊讲你平常天讲你得到无好，你摕等恁厝里遐善良人加减纠结我，安尼你嘛就减有原书的是，主张孔子以周急不计的主张教训养幼到文书，前者重在不计，后者重在周急。凡俗大哥兼上强化，世间真慢，拢兼上强化较济。真少俗中送大，足少世中的送大。孔子呢，却以为公西话已经富有啊，
不必再述以敬这个内面的控住，伊就讲西话已经都经济足好啊，免书话会更较好个。文书本来就善，所以读书红乐，属于尽力纠结贫困，会当去经验做个功德啊，基本上，佮家己生活都袂过啊，伊拢无机会人讲明对啦，就讲拄着这个机会，就讲明讲明对。本章一方面呢，可以了解孔子教诫，孔子教诫世俗是道。读着本章呢，咱能了解孔子呢，在教诫世俗的这个，一方面呢，也可以了解处世之间各有所异；一方面呢，会当了解讲处甲有之间的爱合。讲西话呢，并非频繁啊，讲西话本来就好个。而染料呢，做互人家会切啊足精，这是不同的理由啊。所以孔子呢，教讲究原书呢，连原书讲修应该爱修啊，因为一来以身相分。二来呢，幸福可以纠结伦理啊，这个孔子的意思是讲，你平常都要写善，你应该替人。一来呢，你身体你本身就中分，二来呢，你从村呢会当纠结你的伦理啊。原书呢，当处不处，所以孔子呢。也教育有一番，孔子借这个机会来教育姊妹，咱一些道中呢，对咱的道亲，对咱的伦理用道，嘛是应该安尼啊。有当时啊，咱道亲人困难，咱大家会存不了援手，知影伊在咧困难，咱就帮助安尼祝福伊，祝福伊当会当了缘，回来，伊都真好过啊，拄着安怎咱不能帮助，其实咱读咱了解安怎做啊，咱教者来经营一下谢谢。谢谢。